5款阿贊速最出名嘅就讀琴 Waputtai 實韻。第一款應該每一個人都認識嘅 Nerong 喺2549年推出，當年出嘅時候非常之轟動，去到呢10幾年嚟，每一間廟有好多師傅都用咗 Nerong 呢一個名嚟到製作佢哋其他嘅聖物。按照字面翻譯 ，Nerong 叫做運氣之上，代表幫助佩戴人可以喺運氣上邊更勝一籌。而 Nerong 有好多種唔同嘅材質，佢亦都位列咗喺 Waputtai 實韻阿贊速聖物裏邊最貴嘅一款。雙印黃金版今日成交價喺泰國要過千萬泰銖。佢仲有好多其他唔同嘅質地，例如係純銀，例如係鉛、舊金屬、銅板呢一啲，全部都係港台好多人認識嘅聖物嚟嘅。第二款藏冠係阿贊速師傅喺 Waputtai 實韻裏邊最出名嘅粉牌。當日用咗龍寶田嘅排骨曼粉同埋2530第一代雜讀琴同埋好多其他舊嘅粉末一齊嚟做藏冠嘅聖物，價錢由平嘅幾百蚊去到貴嘅幾十萬港幣都有。第三款拔跌罕，呢一款係喺寺廟2566年嘅時候推出嘅一款聖物。相傳喺10幾年前，雜讀琴頗仁已經喺禪定裏邊通知咗同阿贊速溝通咗，講咗俾佢聽，究竟拔跌罕應該點樣製作同埋係咩法相。呢一個係神俾人留喺世界上邊一個好特別嘅聖物。2566年嘅時候推出，響港台泰嘅佛牌界掀起咗好轟動嘅搶購熱潮。而拔跌罕字面翻譯做中文的話叫做奇蹟，亦都有好多人戴咗，有好多唔同嘅靈驗事蹟發生。佢材質亦都係寺廟裏邊第一次出白金質地，而家最平嘅價錢由幾百蚊，又係去到幾十萬港幣左右。第四款近藏，港譯香港人翻譯，有啲人叫做靈光鏡，有啲人叫做照妖鏡。相傳話，如果當你運氣唔好嘅時候，將塊佛牌調翻轉頭嚟，但係將個鏡向出，可以防止一啲是非、小人或者唔好嘅嘢，甚至乎可以幫到你轉運。今日嘅價錢都係由幾百蚊港幣去到大概10幾萬港幣左右不等。最後一款我諗大家都認識嘅鬼王 Tawai Suwin，寺廟2565年推出，係阿贊速除咗雜讀琴法相之外，另外一款喺市場上邊認受性好高、靈驗事蹟好多嘅聖物。鬼王有好多關於避邪、夜晚瞓覺瞓得唔好、撞鬼之後戴咗呢塊牌之後冇再撞鬼，有好多辟邪轉運甚至乎係招財嘅事蹟。好希望呢一集對相信阿贊速或者中意呢一位師傅嘅朋友，為你哋可以介紹得到更加多關於阿贊速嘅資訊。呢5款我相信係市場上邊公認嘅大名，同埋每一個人都應該去認識嘅。我係 AC 香港泰法學，多謝你哋，各位，我哋卡。